接下下来看日美战争120周年嘅专题报道。1895年嘅日美战争，台湾各地南门人佢勇敢嘅去抵抗日本军嘅侵略之下，新闻人睇日从战争也係一定重要嘅，唔但搶係睇後輩兩上副主犯更重要的，也有人係實際拿起武器去同日本兵拼嘅喲。按攻略嘅性格，日本兵可能也會屈服。控制3樓嘅臭土匪，你想做嗎？用拳法做嘅風險妹，權險持家，賢惠溫順，做下企圖唔同型嘅國土體系上，係英雄後輩衝擊嘅精神支持。唔知冇，我要去叫，根本你望到嘅呢嘅。田中嘅男的差唔多都係上次富人家屍體工種，還係天數前線補給物資。引導嘅富人家來幫助先生準備大戰嘅糧食、武器，所以嘅武器一簡單，縫製了嘅衫褲、皮膚民裝等等，一路付出當道行路。天天健康更來更激烈，甚至還有加速嘅五星獎杯鼓勵有卡嘅男丁去同日本相拼。根本嘅，我咪老佢搞出去咧，搞本嘢都有代價。卡家父母嘅攻略無數男人，從係靠實企業家林克明嘅太太實施要求世界世人組織洶湧來抗議，甚至將日本日軍打起來打。他是不屈不撓，他被拷打起來，抓起來拷打，問他小孩子的下落，躲到哪裡去了？他堅決不肯講。你總部啲拜嘅老母阿婆啊，佢就一生人，然後也冇生人，就很生人，全部去打仗，去打日本人。你看，然後我聽到當地人就講甲午卡嘅太婆嘅故事，然後我想，幾時隻嘅富人家真見比南門人，而你講客家婦嘛，一仲好嘅節義全部歪啦。就算前線嘅日軍戰敗，田中路嘅富人家還係會拿腳頭菜刀來收復家園。只有頭擺日本官兵，以自己嘅描寫發現往來嘅日軍體體，見到係富人家，是了解到為征服台灣無案改。他對客家人的，尤其客家婦女的評價很高。他說沒有看過這個婦女也參戰呢，參戰整個打游擊戰嘛，他有參戰呢。就算前邊台灣還係被日本人打落來，但是也請客家婦人家嘅戰鬥唔是停過，從係池上還有強小組嘅補養，元氣求全，年將生人育大。風險外係為到老公唔同性切實刺殺，典型見證下客家性溫柔堅強嘅一面。客家新聞林建就廖啟生綜合報道。